大概高中毕业之后，我们就没什么联络了。在联络上，就是知道他已经肝癌末期。他开始拜托我，希望我可以去找到跟我是同父异母的妹妹盛维芬，因为他希望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刻是有家人陪伴着的。当下听到，我其实觉得他超级自私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照顾过我们，但却在这种时候来要求我帮忙他。不过呢，基于亲情的因素，我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。我不知道家人除了血缘关系之外，在生活上是有什么连结，我真的不懂，也不知道。但因为你的要求，我好像对于家人有了一个新的定义，然后我知道我是有家人的。我还获得了一位新的妈妈。爸，谢谢你。你说你没有照顾我跟妹妹，但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不会有今天的我。谢谢你生下我，让我有机会成为一名法医，可以帮助更多需要的人。爸，我爱你。爸，好久不见。小芬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哎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工作很忙。那，你今天很帅哎，这套西装很适合你哦。这是你姐帮我准备的。不愧是姐姐，眼光那么好。我跟你说，我不能待太久，我等一下就要走了。你才刚来就要走，多陪陪爸爸嘛。没办法啊，工作很忙嘛。那我陪你去。不行啦，那边人太多了，不适合你。我下次再带你去。那我要走了。真的要走了？对不起。我们很快见。那我走啦。小心啊。